就看看帕维尔能不能在拼起来之后，在乱战当中啊，还抓住这个机会。对，他基本上也不太敢拼，因为应该他还是觉得阻力的权势太重了。而且阻力这距离一直控制的都非常好。漂亮。Break. Watching your head. Okay? Watching your head. Box. Hey. Watching. Be careful. Okay? Come on. Box. 裁判呢是提醒阻力注意他的一些击打的部位。Open. Watching your head. 对，阻力还是应该拉开距离打，靠得太近的话，有防御距离。Break. I said break. Open. Okay? Listen to me. Okay? Open. Okay. Come on. Box. 哦。算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不能再出拳了啊。不过我们看到阻力还是很有风度啊，没有再去跟对手来纠缠这个细节。这个打得太兴奋了，没有听到铃声，也是正常。现在呢，就是阻力呢，还是需要抓住机会呢，扩大战果。只有重拳准确的打中下颚呢，才有机会。现在来看呢，这个阿根廷选手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。这一回合呢，相对上一回合来讲呢，阻力的机会呢，没有那么多的呈现出来。很多拳呢也都是挥空。好，进入到第4回合了。Come on. Box. No punch. Step back. 漂亮，没有打准。好的。阻力还是要加强这种组合拳的出击啊，要拉开距离，把这个发力空间让出来，这样击打效果会更好。也近距离的上勾。漂亮。Box.